来看高雄的消息，这高雄乡亲要特别注意哦。今麦有13个行政区，对2暗时的11点开始要停水55点钟。就算这水公司有伫咧网络顶头公告，也有送通知单，也是有真侪民众无收到通知。另外，这停水期间，一个里只有一个灌水站尔，范围若准较大的里也烦恼讲会无水通用，已经有里长家己开钱买水塔要来欠水啊。 提家己因的通知单到社区，林长一家一户拢问，提醒里民爱会记哩欠水。这张无呢？啊，这个咱的大楼，今麦就是要停水。大楼电梯内也拢打通知，一个水公司为着要换关水管线执行法，今日公告高雄包括小港、凤山等13个行政区，22半暝啊11点起，全区也是部分里大停水55点钟，也毋过20又有部分的民众无收到通知，是就望才知影要停水。 你在网络上公告，可能有一些长辈，他们不善用那个网络的状况哈，可能会比较不知道有停水停那么久的情形啊。 工作人员将加水桶送到临时加水站点安装。水公司准备设150个加水站，因过只有2个里有2个加水站，其他的里上侪1个。停水拄着拜六，搁超过2日时间，烦恼水无够，有里长家己摕钱来买水塔，清理了后准备互里民来供水。 当时该停水，和民众感觉无方便。虽然经过高市府甲水公司几啊摆协调，已经有部分里改做降压供水，也是缩短停水时间。不过也互不少里长收到新的不满。大家都在讲说，那为什么他们几个里就可以这个协调之后，就变成停10几个小时，那其他的就变成还是照原来的50几个小时。 大停水有计会影响至少48万户。面对民怨，水公司表示，停水期间，在水管网系统依然有少量水会当使用。那加水站无够使用，会启动增设，也是增加水车送水来应用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